泰國柬埔寨簽署咗停火協議啦，同意維持現有部隊部署，且不再移動。泰皇自己揞荷包支持呢場戰爭，承諾陣亡嘅士兵呢，今後一切嘅家庭開支呢，由皇室埋單。反觀柬埔寨就得個一袋米一箱礦泉水啊！文明同野蠻嘅區別，你話差距幾明顯啊？咁其實呢場戰爭呢，就一家便宜兩家着噶啦。由於雙方實力差距懸殊，碾壓式亂殺啦。呢場戰爭受益最大嘅其實係中國嘅民眾啊，因為柬埔寨嗰啲電信詐騙啊、器官買賣啊，可以講90%嘅 target 呢都係中國人嚟嘅。通常係將目標誘騙到泰國，再由泰國入境柬埔寨或者緬甸。內地嗰啲網絡咧，甚至渲染到咧，一去到東南亞咧，就會被綁架去柬埔寨啊、緬甸啊嗰啲電詐園區，揸乾揸淨之後咧，最後就會賣晒你啲器官，俗稱嘅假腰子啊，人財兩失。本來咧，泰國、越南呢兩個地方咧，已經成為中國男人嘅天堂噶啦，好玩過澳門又平過澳門。當你見到幾條麻甩佬組團去泰國玩嘅話，唔使睇啊，精盡人亡旅行團啊！結果呢啲咁嘅電詐咧，就導致近幾年好多中國人咧都聞風喪膽嘅，有啲人咧仲懷疑泰國都有份參與啊，唔敢去泰國旅遊嘅，令到泰國旅遊業咧近呢幾年大受影響啊！所以今次泰柬戰爭咧，國內民眾嘅輿論咧出奇咁一致嘅。喺中國各大嘅網絡平台咧，關於泰柬戰爭嘅評論區咧，中國民眾清一色咁支持泰國打擊柬埔寨。好多人仲話要去泰國旅遊，表示感謝，買多啲泰國榴蓮嚟食。泰國咧就專追住柬埔寨嗰啲電詐產業啊、賭場嚟到打嘅。柬埔寨發夢都諗唔到泰國今次會打得咁狠辣嘅。洪森係因為自己嘅樣衰兼口臭，錯誤判斷啊，唔單止自己損手爛腳，仲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嘅揾錢工具俾人打到爛晒，仲要直接幫泰國解決咗幾十年嘅內部政治問題。泰國國內各大派系嘅內鬥激烈，但係今次泰柬戰爭呢，令到泰國內部前所未有咁團結。一直以嚟呢，泰國嘅政壇呢都係三角關係嘅。皇室、軍方同埋文官政府三股勢力咧就互相制衡。首先呢，喺泰國政壇最活躍嘅咧就係軍方啦。你睇翻泰國嘅近代史咧，其實就係一部軍事政變嘅歷史。喺1932年以嚟，經歷過幾十次政變，除咗已故嘅老泰王，冇人可以壓制得住佢哋。泰國軍方點解咁犀利呢？因為佢哋同美軍嘅關係咧就非常好嘅，美泰喺1950年咧就簽署咗軍事援助協定，正式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泰國咧曾經有派兵參與韓戰、越南戰爭時期咧，泰國成為美軍重要嘅戰略基地。1954年又簽咗馬尼拉條約啦，美國咧又喺2003年正式指定泰國為主要非北約盟友。所以泰國軍方咧就好親美嘅，而且泰國軍方咧喺國內掌握住國防工業啦、軍火製造啦、航空工業啦、造船業啦，權力同利益咧深度綁定。佢哋一旦感到自身嘅利益受損嘅話咧，就會挑起事端，甚至發動政變嚟到奪回話語權。而今次泰柬戰爭咧，最初嘅導火線就係泰軍第二軍區司令帕卡朗嘅故意挑事，通過製造邊境摩擦，擴大軍方喺政壇嘅影響力，削弱他信家族嘅影響力。而他信家族咧係泰國政壇嘅聯華派。再睇下文官政府方面啦，長期由他信家族掌握權力。他信家族咧一門四相，他信啦。他信個妹夫仲差，他信個妹英拉，仲有他信個女佩通坦，都出任過泰國總理。佢哋嘅政治基礎咧係佔人口多數嘅農民同埋新興階層。
經濟上咧主張擁抱全球化，積極與中國合作搞基建發展，例如他信推動嘅克拉地峽運河計劃，英拉嘅大米換高鐵項目，都係主張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嘅，屬於親中派。同親美派嘅軍方咧就有衝突嘅。他信同埋英拉咧都係被軍方趕落台嘅，流亡海外。佩通坦之所以能夠上台咧，都係因為新泰王為咗牽制軍方而暗中支持嘅結果。文官同軍方嘅對立，互相拆台，有啲類似兩個黨派嘅對立。咁啊，偏偏泰國嘅法治程度咧又未有耐去到歐美嗰個法治高度。泰國國王咧同英國啊、西班牙啊、荷蘭嗰啲象徵式嘅國王係唔同嘅。泰王係有實權嘅，對軍方同埋政府文官嘅人事任命咧有話語權。前泰王普密蓬在位嘅時候咧，憑借住高超嘅政治手段同埋聲望咧，成為所有勢力嘅權力核心。軍方要執政合法化，想免除軍事政變嘅罪責，必須要效忠皇室，而皇室咧亦都透過庇護軍方，鞏固自己喺政治結構中嘅主導地位。但係現任泰王馬哈圭扎拉隆功咧，2016年先至登基嘅，佢嘅聲望好薄弱。佢既需要利用他信家族喺農民及低下階層嘅極高民望嚟到制衡軍方，但係佢對文官咧又唔可以完全依賴，同時亦需要軍方嘅武力支持嚟到保障佢嘅皇權，但係又對軍方深厚嘅美國背景咧心存警惕。2020年啊，泰國反政府及要求皇室改革嘅遊行示威啊，仲歷歷在目啊。泰王當時如果選擇同軍方反面嘅話，皇室就極有可能 game over 噶啦。呢件事咧，既加重咗泰王對軍方嘅猜忌，亦都令到佢意識到自己喺民間嘅威望咧太低啦。所以現任泰王咧係需要一個機會喺民間同軍方樹立起牢不可破嘅威望。洪森今次就送咗呢個機會俾泰王啦。兩國長期嘅衝突咧就源於邊境帕威夏子及其周邊土地嘅主權爭端。2025年嘅5月咧就喺翡翠三角地區咧發生短暫交火噶啦。去到7月咧又發生泰國士兵咧因為地雷受傷。當時嘅泰國總理佩通坦咧，亦即係他信個女啊。咁啊，由於他信咧同柬埔寨嘅洪森咧就好熟嘅。所以佩通坦咧就當阿洪森咧就好似啲細叔伯咁嘅，佢哋兩個通電話嘅時候咧，佩通坦咧就同阿洪森咧就訴苦，呻下啲不滿咁啦。咁啊講咗泰軍第2軍區司令帕卡朗咧就好多是非，點知呢個洪森咧個腦又唔知黐咗邊條筋喎，爆大鑊，就將佢同阿佩通坦嘅通話錄音咧就曝光。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呢件事啊令到泰國啲國民咧即刻就民怨沸騰啦。佩通坦當然啊即刻被逼落台啦。咁啊，新上任嘅總理阿魯廷咧，佢仍然係他信派出身嘅人，佢為咗洗刷他信勢力通敵嘅嫌疑，新政府咧就必須表現得比軍方更強硬、更愛國。佩通坦本人咧公開表態，完全支持武裝部隊對柬埔寨嘅所有回應行動。他信呢就更是直接指責洪森發動攻擊，支持泰軍一切報復。原本可能對軍方有所限制嘅文官集團呢，依家呢就同軍方呢就連成一線。呢個新泰王又夠醒目喎，即刻借呢個機會呢提升威望。宣布皇室出錢，所有受傷軍人納入皇家病人體系，治療費、營養費全包，殘疾者終身領取皇室補貼。陣亡嘅士兵呢，直接獲得皇室嘅1000萬泰銖，即係相當於32萬美金咁上下啦，免稅撫恤金啊！今次泰國打嘅就係洪森啊，洪氏帝國嘅產業啊！呢個洪森又抵撚死嘅，都唔明佢爆啊佩通坦大鑊對佢自己有咩好處？呢啲係叫做唔衰攞嚟衰啦。
洪森本身係經營電信詐騙啦、器官買賣啦，已經被定性恐怖分子噶啦。泰國今次係佔晒道德高地，既係替天行道，又連消帶打。阿洪森你唔使叫噶啦，你後面嗰個大佬咧唔會出嚟救你噶啦。邊個夠膽出嚟救你，支持你嘅，即刻受到全世界圍攻。所以你叫都冇用，冇人會出嚟救你嘅。依家泰國啊，直頭用到集束炸彈去打柬埔寨噶啦。呢個世界定落嚟嘅，文明同野蠻係冇得溝通嘅，打就係噶啦。OK，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